上个16日，台湾灯会将再次伫台南登场。市府特别召开主视觉发表记者会，由市长黄伟綽整个灯会主题是“荣耀台南”，邀请到亲近台南的剪纸艺术家杨世义，以及台南大学视觉艺术甲设计学系助理教授黄桂英做设计。这次的灯会主题是荣耀台南，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logo 就是把以台南的南字为主题，然后结合一个充满活力跟力量的祥龙。我想要用圆形来呈现这个城市的完美包容，能让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团圆在这个迷人的城市。主视觉园当中，总共用至26个台南特色图案。包含有剑狮、灯笼、乌面腊杯以及金圆等等。另外，还有洋参白、鳝鱼蚵、西洋银、古庄桥等4个湿水，作为海报配色，希望会当将台南意象传达给海内外朋友知影。今年我想从这个灯的布展到主视觉，都可以看到非常一致的一个展现。那明年在台湾灯会在台南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邀请国际的这个媒体还有业者超过100位来到台南来做采访，让这一次的灯会传达到全世界。2024台湾灯会非常的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美丽漂亮的灯，还有原来我们在台南的灯节，包括月经港，包括这个龙旗光节，还有包括普济。台湾灯会将伫明年元宵节登场，主要有安平灯区以及高铁灯区2大灯区。到时现场将有国际表演团队、花灯艺术册展、艺文展演等系列精彩活动。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。